每一天，无输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11，以弗所书5章20安尼讲，就靠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为着各项代志，时常感谢天父上帝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伫各项代志，靠着主耶稣基督来感谢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主爱圣洁、全知全能的上帝。你是掌管历史甲生命的主宰，你是想事智慧甲真光的源头。主啊，愿敬拜你，学罗你至圣的名，尊重你至权的权柄，称颂你伫万项事的美善甲信实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赐下丰盛的活命，予属你的人。主啊，你爱阮万项事，拢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来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求你更新阮的心，互阮毋但伫顺境中来感恩，也会通伫逆境的挑战等待，甲无明白的时，犹原选择向你献上懊恼甲感谢，因为阮相信，伫你的旨意，一切拢是好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